通过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到咱航空业的起草，中华航空公司先宣布主管减薪水为新历2月16起，台湾各级的主管、外派主管基本薪水拢减10%，嘛延后到属务线投降的时间。另外，中营航空公司计划要甲部分教育训练提早，鼓励员工在这段时间加休特休假、补休困。另外，星宇航空公司属务航线同款嘛是延伸到7月，希望大家会当参礼甘水过冬。平常时啊，拢排真侪人的机场出境口，即马变甲空影影，理事家的座位嘛是冷冷清清。武汉肺炎的疫情，毋但降低民众出国的意愿，两岸航班大减嘛影响着航空业。如今华航先来开头一程，宣布2月16号开始会来实施主管减薪的措施，包括国内各级的干部甲外派主管在内，基本的薪水拢总来调降10%。主管职的话应该是可以，但是10%的比例也是偏高。大家共体时间呢？我们交通部是支持华航公司领导阶层主动自己减薪。疫情过去之后可能也还会有这个航空的更爆发更大的需求。华航祭出减薪的办法，要来应付这波寒冬，但是目前无考虑放无薪假，颠倒是鼓励员工会当来使用特休，也是来补休假。另外，阁将原定3月底宿务线的首航延到6月12号。中营航空是计划将部分的教育训练来提前办理。若星宇航空是表示，因为航线无济，所以影响较少。但本来预算伫咧4月初6开航的宿务航线会延到7月，有学者分析，疫情对着航空业的影响会搁再来扩大。市场不够，你当然就是要砍班，后续就是砍人，或者是我不需要这么多的机具。这一件事情是延续选举过后，会不会有拉仇恨？疫情结束了以后，运量会不会起来？我个人是比较担心这一点。学者预估，原本较有趁钱的两岸航线，就算疫情结束，嘛真歹恢复以往的盈景。航空业的黑暗期，恐惊会比过去SARS的时阵搁较长，一定会重伤国内航空的产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